2023年世界点心师傅的比赛伫德国慕尼黑举行，台湾2个少年选手21岁林凤仪甲27岁丁明游摕到铜牌。2个人今仔早起嘛，登去母校开平餐饮学校来做分享。因讲会当伫世界赛有好的成绩，摕国旗上台领奖，真正是有够赞。 拄伫咧世界直路师傅比赛摕到铜牌的林凤仪和丁明游，等于到母校开平餐饮学校分享心得。2个人比战2年外，得到足侪奖。不过来到世界舞台，11点钟内要完成这项动物世界主题的之路，挑战真大。 压力是有一点啦，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，完全就是，想着要如何把我们的作品完整的展现出来。用台湾食材创作独一无二的陆海空动物世界。2个人虽然是这摆10外参赛国内底上少年的选手，不过评审真介因，敢若苏纳威和韩国得到第3名，摕到国旗接受表扬的迄时，因讲真正足欢喜。我觉得能代表台湾拿着国旗，然后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。 会当伫世界级的田路比赛得到肯定，2个人的指导老师编号真关键，因为编号伫2015年同一个比赛为台湾摕到头1面金牌。2015年啊，我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，我就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能够带开平的孩子到世界舞台去。那今年呢，我就非常开心实现我的目标。 互国际看到家己，互世界看到台湾。林凤仪和丁明游对学生仔讲，为细项比赛开始累积技术甲经验，好好练习，把握机会。就算失败，学到的拢是家己的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